香港已經唔可以再講，唔可以再悼念，唔可以再提嘅時候，台灣呢一個嘅存在就好重要。無論喺邊日，任何嘅活動都必須要符合法律要求，不能違反法律。香港已經唔可以再講，唔可以再悼念，唔可以再提嘅時候，台灣呢一個嘅存在就好重要，因為佢幾乎係亞洲唯一幾個國家其中一個係可以公開悼念六四事件，去討論六四事件，甚至譴責中共嘅。